高速公路，中山高速公路新营休息站。那南边你看，哦，哇，稻田了。要配合那个什么乌山头水库还是淮河水库放水了，1月19号要放水了。今天1月12号了。你看到它耕田了，翻土了，哦，好多那个白鹭鸶哦，好多白鹭鸶，可能都是要吃虫的啊，食物链呢。人不要吃动物的肉呢，吃人家还要被人家吃啊！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要吃素啊，吃素，不跟众生结恶缘啊。吃素也比较不会因果病啊，因果病就是医药治不好，折磨心思啊，折磨心情啊。欲知前世因啊，今生受者是啊；欲知后世果啊，今生做者是啊。千百年来碗里羹啊，冤深似海很难平啊。欲知世上刀兵劫啊，但听屠门夜半声啊。哦，你看飞起来，